咱们做伙来学乐，来开咱的心眼，来学乐咱的主，咱的上帝。做伙来，开我心眼，仰望荣耀的主，出声学乐，学乐荣耀君王。对咱的耶稣讲。主我听你，我学了你，哈利路亚，我学了你，开我心眼，仰望荣耀的主。出声学乐，学乐荣耀君王。主我听你，我学了你，哈利路亚，我学了你。主我听你，我学了你。主我听你，我学了你，哈利路亚，我学了你。搁一遍来讲，主我听你。主我听你，我学了你，哈利路亚，我学了你。咱要做伙来学乐，来感谢咱的主哦。咱要用主的话做伙来宣告讲：上主啊，我要全心感谢你。我要保养你一切奇妙的作为，我要因为你欢喜快乐。至高的上帝啊，我要称赞你的名。上帝啊，你的听袂改变，求你怜悯我，你有丰富的慈爱，求你撤销我的罪过，求你洗除我一切罪。洗清我的罪恶。兄弟姊妹，咱要来学乐感谢咱的主。伊是啥物的主？你家己体会，是伊伫的吗？是赦免的吗？是带你伫稳定的道路上的吗？咱的主是白白享受的稳定救赎。啊，咱着爱承认讲吼，咱有咱的亏欠，咱有咱的软弱，咱有咱做无好的决定的时阵。咱的罪求主来洗清来帮助咱吼，互咱会通得到享受平安的日子。邀请咱做伙开声来感谢咱的主，咱的上帝。咱做伙来祈祷来。哈利路亚！主，阮奉你的名，阮来到你神的宝座前，阮恳求你是你的主爱，伫你的信息的下面，我会当来到你的面前，好当来亲近你。因为主耶稣，你已经用你的宝血来撤销阮的罪，互阮随时会当来到你的面前来求讨、来学乐、来感谢。愿主你是阮赐福帮助阮，互阮无后悔阮所做决定，也互阮会通来到你的面前得到怜悯、得到稳定。天父，阮的上帝，阮学乐感谢你，学乐敬拜是你的子民应该爱有的。用学乐敬拜来到你面前，诚做你是阮的宝座。愿你伫这个所在来甲阮三个同在。伫阮的软弱内底，愿主你的宝血搁一遍来擦拭阮，带阮倒转来到你的心意，互阮的心无悬过你的心，互阮的意念无悬过你的意念，互你的稳定道路拢对阮来显明。祈祷恳求，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咱要
来恳求上帝医治、供应、甲引带，咱做伙用主的话，做伙来宣告讲：所有找你做避难所的，求你互因欢喜，互因欢喜出声无停，因为你必有因。愿遐喜爱你的名的人，拢因为你欢喜快乐。上主啊，你要祝福互义人，你要用恩惠亲像盾牌，四面为因。咱要恳求上帝，互咱伫全人即几项咱手所做，会当行通顺利。你有艰苦心无？来到主的面前。你有软弱的时阵，来到主的面前，对伊来求讨。你伫你手所做检测有欠缺，你当宣告讲：耶和华，你是我的牧者，主你是我的牧者，供应我到夜有春，带我行你的路，行稳定的道路。求主来帮助咱哦，因为咱的灵、思想、感情、意志，甲咱的身躯需要有主的同在，所以心灵若不安欠缺，就影响到咱的情绪，就影响到咱的身躯哦。所以兄弟姊妹，如果这个时阵你若需要这个牧者、这个长老为着你来祈祷来服侍，你会通徛起来啊！这个同工会为着你来祝福啊！出于信心的祈祷，上帝要予伊得到平安。所以咱要做伙来祈祷，你若需要，你就徛起来吼。来手换咧，伫你感觉讲你需要的所在。你对无爽快，求主来医治哦，咱同心来祈祷，来同心来祈祷。哈利路亚，主奉你的名，主你来医治帮助。我现在了，搁你面前需要你的同在，需要你的医治，需要你的安慰。失去亲人的哀伤，主你来安慰；失去伫伊头前的道路，需要主你来带路；失去伫迄个心无平安的，需要你享受平安。愿主你甲上个同在，愿主你引带，愿主你祝福，互阮的心得到透放，互阮的心得到安慰，互阮的心得到平安，互阮的心得到望。愿主你来听阮的祈祷，互这个较无你亲像落힘无溪水的，拢会通来到你受人宝座前，得到你的怜悯。主啊，愿你的医治的权能充满，即时伫阮的兄弟姊妹身上，透放因的病痛，互因的肉体会当得到医好。请主，阮感谢俄罗你，因为你是大医生，你是阮的主，阮的好处无在伫你以外。主奉你的名来祝福，互阮的兄弟姊妹心心灵勇健，灵魂体兴盛。主啊，囡仔较无亲像落힘无溪水的来到你面前，愿主你供应医治、祝福、甲安慰。失去亲人的，愿主你来引带因，互因的心得到安慰，互因的白白的心会通因为主你的圣神的同在来扶持。愿主你听阮的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最后，咱要为着主义伫遮来守望来祈祷，用主的话，咱做伙来宣告讲：你所竞选，互因亲像你，住伫你殿的埕的人真有福气。愿要因为你的厝、你的圣殿的福气，心满意足。咱做伙为着牧者团队、长职团队，互咱所做真正当下主的心意。愿上帝来祝福甲咱教会祝福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伫每一个礼拜中间，拢会通拄到上帝。咱也为着罗德教会今日牧师来到伫这个所在，唤起咱对这个同工对咱的教会伫主内底共一个集体因的需要为着建堂的需要。愿主来祝福因，互因拢有通教业，牧者会通专心牧养无因为安尼讲世界走状伫要来募款所以愿主来祝福因，为着本日有医疗的资讯、生育助金委员会、中执会等等咱恳求上帝来祝福，
后礼拜咱要来召开临时的会员会，要来选举长老甲执事，这是真要紧的事。所以咱伫祈祷内底会当选出主心意，按照主心意来做，或者会中级同工哦。咱为着乐人这的同工来祝福吼。我若伫每一礼拜五早起，我为着这的小组长带因伫遮来做训练哦。我甲因讲，恁真甘心啦！伫这个年纪，还阁肯为着主来付出，来关心这社区的朋友。我相信上帝纪念因，互因透过因的服侍、委身、引带，上帝肯定因啦吼。所以看见因拍拼咧做工，这社区的朋友拢真感动吼。愿上帝祝福这个小组长吼，这个区长，愿主来祝福。我要邀请咱做伙伫遮来为着这来恳求来祈祷，咱坐咧祈祷就好啊吼。咱做伙来祈祷。哈利路亚，主啊，奉你名来祝福，主啊，今日礼拜充满上帝你的同在，上帝你的话对阮来讲话，上帝你的话伫遮来扶持阮，上帝你的话伫遮来激励阮，因为你的真理。互阮得到自由，得到头发。主啊，愿你的神甲阮相同在，安静阮的心，听候主的话，拄起这颠簸，互阮会通来到你面前，静心听你的真理。请来主，阮邀请你伫礼拜中间来掌管，透过你家己的话，你的真理，互阮得到自由。透过你的话坚固阮的信心，透过你的话，互阮有负担，互阮有听有分享。阮有开力的，阮通坚固这个软弱的人的软弱，看见这个需要的人，你互阮有，也通做出分享的有。听阮伫你面前恳求，也做伙用主你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心来祈祷讲。愿你天的爸，愿你名圣，你国临到，你旨伫行，伫对你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息今仔互阮，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要赦免过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来呀，咱来唱歌阿罗上主，咱来称赞拯救咱的保护者，咱就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就对伊唱歌，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是赢过一切生命的大君王。请咱做伙来吟信诗第4首：天下万国众人着听，请起立吟全首。天下万国众人着听，大家真情归主免惊，地上万类同心合西，上帝都会应该敬拜，全地服侍真心敬奉，万主的主，万王的王。天顶主
主宰极大宽容，屹立万邦，即将宽平，全地顺腾，好世健康，万主的主，万王的王，全地好世真心健康，万主的主，万王的王，并肩富贵，无分地位，好世上帝好乐拜跪，众人隆重，这声音高，以名尊贵，应该敬奉，全地好世真心健康，万主的主，万王的王，主的公义永远不变，情人感情无对也无善，历代圣徒传播人知，主的功劳奇异伟大，全地福世真心健康，万主的主，万王的王。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爸上帝，我们要学罗感谢你，你是阮的救主，是阮性命的主，也是掌管万有的主。感谢你常常甲阮三角伫地，你是全能全知的神，伫你所行的事拢显出你的善良、信实甲慈爱。你无快快生气，主啊，阮要感谢你，互阮有悔改的机会。你无按照阮的过犯来款待阮，互阮通越头向你。主啊，阮要向你承认一切的罪过，无论是过去、现在、显明也是隐瞒的，阮愿意伫你的面前来悔改，成做一个有清气的心、甲正直的神的人。阮要将家己来完全献互你。阮相信你是真神，阮通透过你来到爸上帝的面前。感谢你，互阮通成做上帝孤囝儿，来领受主你赏赐的大福气。亲爱的爸上帝，你是满有恩典、怜悯慈爱主。感谢你来透过圣神、主耶稣基督的保护，甲你的话来洁净阮，洁净阮的心思意念，互阮通甲主你的本性有分，通互阮通承受你一切的丰富，来荣耀甲见证主你的名。主啊，你用慈悲来款待阮，阮愿意甲你同心同行，愿阮伫你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有勇壮的新心灵，愿阮凡事感恩，凡事感谢，凡事而乐，常常伫主你的话语来充满，进入阮的内心，来改变阮的生命，成做阮的帮助。恳求信心来引带阮，常常行伫主你意爱的道路。主啊，你是圣家主，来恳求你，互牧师团队、牧师娘伫一切所行的事来圣洁，求主的神来高抹因的服侍甲祈祷，互心心软弱的人有气力，互病痛的人心灵来得到医治，受压制灵心得到自由。求荣耀的爸将赐予人智慧甲启示的灵赏赐互牧师团队、牧师娘，互因来领受对你来的启示，带领忠直、正同工、正会友甲集体，大家齐心欢喜付出，同齐建造荣耀的教会，同心来遵守主你的大使命，来宣扬主你的福音，互万民来成做主的门徒。主啊，你的道路远过阮的道路，你的意念远过阮的意念，你赐下一切救赎的计划，你的面光照义人，你暗耳康听阮的祈祷。你是至权掌权一切，你是圣洁公义的主。求主帮助阮行伫你的真理当中，帮助阮毋是对人的声音，乃是要倚靠你、就近你、听你的声，追求主你的面。主啊，阮要宣告，你的听永远坚定，因为你的慈爱永远伫地。阮伫主你的面前谦卑敬虔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请咱做伙来启用，伫圣诗后面启用文第62篇，就是腓立比书第2章。既然恁甲基督结连，有得到激励。既然恁对伊的听有得到安慰，既然恁甲信心有交集，既然恁有经验上帝的慈悲怜悯，恁就有上款的心智、上款的听心、和諧的感情，一致的想法，通互我充满欢喜。毋通自私自利，嘛毋通追求虚荣。反倒着有谦逊的心，看别人比家己较牛，恁逐人毋通只有顾家己的代志，嘛着顾别人的代志。恁就有基督耶稣的心智。伊原本有上帝的身份，却无能力甲上帝平等的地位。伊反倒摒空家己处奴仆的身份，出世甲人共款，用人的形体出现，伊自愿谦卑，顺服到死。甚至死伫十字架顶。因为安尼，上帝提升伊到上悬的地位。使伊超越万名的名号。安尼，为着敬重耶稣的名，天顶地上地下一切骹头拢会跪拜，这声一切喙拢宣认耶稣基督是主，来荣耀俾上帝。请子弟团来献诗，所要吟的诗歌是十字架的疼，十字架的疼。
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马太福音书16章第21节到24节。马太福音书16章第21节到24节。21节，迄时耶稣开始对伊的门徒表示，伊一定着去耶路撒冷，对长老、祭司长甲经学教师受真济苦难，佮互人害死。第3日，上帝会互伊搁活。22节，彼得着叫耶稣去边仔，甲伊责备讲：主啊，绝对毋通，你袂用得有即款代志。23节，耶稣活转身对彼得讲：撒旦，闪开！你着甲我颠骹盘手，你想的毋是上帝的事，是人的事。24节，后来耶稣对伊的门徒讲：要对我的人，着完全否定家己，举家己的十字架来对我。第2篇，罗马书14章第7节到第8节。罗马书14章第7节到第8节。咱无人为着家己在活，嘛无人为着家己来死。咱若活是为着主在活，若死嘛是为着主来死。所以无论活也是死，咱拢是属主的人。这是请黄信雄牧师来讲道。黄牧师是路德教会的牧师，讲道的题目是“十字架顶的疼，十字架顶的疼”。兄弟姊妹平安，感谢主得到咱教会有牧师以及咱小会的接纳今仔日会当代表罗德教会伫咱的中间，伫遮来分享上帝的话，特别为着罗德教会个长的需要，伫遮来报告唤起咱众兄弟姊妹做伙来关心，做伙有份伫上帝国度的需要。今仔日伫即个所在要来甲咱做伙分享的一个主题叫做十字架顶的疼。伫咱即看到即个投影片的顶面，咱有看到有一幅图。这幅图咱看到就会当真清楚了解伊的即个意思，一个真清楚的十字架伫中，然后伫十字架顶面有一个疼心这就是阮的青年阮设计的一个 logo 我互阮的青年的一个意向的一个想法就是。设计一个十字架顶的疼的 logo 伊就设计安尼吼，真简单，总是意思非常的清楚，非常安尼真强吼。白色的底黑色的底，然后白色的十字架，迄个疼心非常大的显明，看到会当互人真清楚伫遐互即个 logo 安尼真大一个震撼。看即个 logo 我毋知咱兄弟姊妹你看到你敢有啥物款的感觉？还是讲看到即个 logo， 你有想到啥物啊无？你敢会当深刻来体会到即个十字架顶的疼，甲你的关系？兄弟姊妹，你敢会当深刻体会到十字架顶的疼，对你来讲有偌尼要紧？十字架顶的疼，会当讲，就是咱信仰上界重要的核心。这个信仰对倒位来？兄弟姊妹，不管你信主偌久，这个信仰对倒位来？对十字架顶的疼来。这个信仰对古早到现在，为什么伊会当存在？伊会当哪来发展？伊会当哪来带着快乐？对倒位来？对十字架顶的疼来。今日咱好好来思想十字架顶的疼，咱来体会十字架顶的疼
对你来讲有偌尔要紧？是毋是决定会听？甲你有甚物款密切的关系？今仔咱的圣经甲咱讲，耶稣甲伊学生讲，若有人爱对我，就爱看无家己，看无家己，举伊的十字架来对我。若有人爱对我，就着看无家己，举伊的十字架来对我。即则圣经伊的背景，咱大概会当了解，就是有一天，耶稣甲伊学生清楚讲到着伊必须得爱去到伫耶路撒冷，承受这长老、祭司头、这经学士承受因济济苦楚，然后嘛受害死，第三日会过活即件代志。听着耶稣所讲的即个话，彼得，耶稣学生彼得随时甲耶稣扣地。白话字圣经讲责备耶稣，彼得就责备耶稣，甲伊讲：主啊，千万唔通，即个事决断无要交伫你，千万唔通，即个事的确无要交伫你。看到彼得的反应，听到彼得所讲的话，耶稣活当心，甲彼得讲：撒旦退去我的后面，你是我的头盖。你所想的毋是上帝的事，是人的事。撒旦退去我的后面，你是我的头盖。你所想的毋是上帝的事，是人的事。中文的圣经翻译讲，因为你无体贴上帝的意思，你干那体贴人的意思。然后耶稣就对伊的学生讲一句话：若有人爱对我，就着看无家己。举伊的十字架来对我。当时的迄个情形，咱的姊妹，咱会当大概来来想象当时的迄个情景。若是当时咱是耶稣的话，咱的姊妹，若是你是耶稣，你有甚物款的反应？你甲你的学生讲你要去耶路撒冷，然后你要受到这个长老。祭司头、经学士或者苦楚，你会受定死，第三日就过活。若是你是耶稣，你甲你的学生讲这个话，然后彼得有一个动作，你要做甚物款的反应？咱有可能会对彼得做甚物款的反应？兄弟姊妹，若是咱是耶稣，咱大概安怎反应？我咧想，若是咱是耶稣。咱有可能会对伫彼得的即个动作，对伫彼得即个学生伊所讲的话，会感觉安怎？咱感觉真甘心啦。咱可能会感觉讲彼得即个学生吼，咱实在是安尼听了有价值啦。听着耶稣要去耶路撒冷受着这个苦楚，听着耶稣要去耶路撒冷受定死。彼得赶紧甲耶稣扣咧，唔通，千万唔通，即个事袂当交伫你。咱可能感觉彼得即个学生实在是听了有价值，咱感觉真甘心。毋是活当心咧指责彼得，是活当心指责11个学生。为什么？这11个学生，听着耶稣要去受苦楚，听着耶稣要受定死，无反应。咱可能是指责这11个学生，你11个是发生什么代志？我讲我要去死你结果一点反应都无。咱可能是会感觉彼得这个学生真甘心，是指责其他11个学生，是安怎样？开一点反应都无。若是咱是耶稣，我咧想啦，有可能咱是安尼反应，因为这是一般的人的反应。所以今仔日的圣经，互咱看到耶稣的反应完全无共款。耶稣是活当心。指责彼得，甲彼得讲：撒旦退去我的后面，因为你是我的头盖。你所想的毋是上帝的事，是人的事。甲伊学生讲：若有人爱对我，就看无家己，举伊的十字架来对我。对耶稣的这个对耶稣的这个反应，甲一般的人可能会有的反应，咱会当看到基督教信仰非常要紧。非常特别的所在，兄弟姊妹，
一般的人所咧追求的信仰，因心内所咧想的，大概就是希望伊所拄到的各项代志，拢会当真好势。因为这个信仰，所以伊所拄到的代志拢会当真好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事业兴旺，功成名就，家庭幸福，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等等等等，希望所有一切拢会当真好势。人咧追求一个信仰的时，心内所想的、所仰望的是安尼。这就是为什么今仔日这个世代追求成功的神学，追求成功神学的人会遐尼侪原因，遐尼姊妹，因为伊完全符合人内心的需要、人的欲望、人的期待。总是咱看到耶稣，互咱看到什么？耶稣所互咱看到的。成功的神学其实是完全绝对错误，是完全甲基督教信仰所伫遐来违背的一种的思想。真正的基督教信仰所追求的是十字架的信仰，兄弟姊妹，是十字架的信仰，毋是成功的神学。所以当耶稣讲伊将要去到耶路撒冷。伫遐来承受这长老、祭司头、监考师最苦楚会受害死即个代志了后，彼得伊照一般人反应，伊完全袂当接受，伊尽力来阻止耶稣的即个代志。总是伊反倒互耶稣来责备，撒旦提起我的后面，你是我的头家，你无体贴上帝的意思，你体贴人的意思。耶稣爱咱知，咱所有军队。耶稣基督的人，兄弟姊妹，咱必须爱行的一条路是什么款的路？咱所必须爱行的是一条什么款的路？是一条看无家己的道路，是一条背十字架的道路，是一条看无家己的道路，是一条背十字架的道路。每一摆咱咧领受圣餐的时，你有注意到无？咱耶稣是安怎讲？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要啉这个杯的时阵，咱讲这个杯是新约，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色里面，恁逐摆啉的是着行安尼来纪念我。所以咱每一遍咧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时，牧师会讲，这是耶稣的身躯为咱拍破的，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啉杯时，牧师会讲，这个是新约伫基督的会所设立的，咱大概啉的是就行安尼来纪念伊，纪念伊。兄弟姊妹，就是这句话，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行安尼，咱决志，咱要甲耶稣基督同款。咱决志，咱要看无家己，咱要举十字架行这条道路。咱用这款的决志，咱来纪念耶稣。这也就是耶稣所讲的：若有人爱对我，就着看无家己，举伊的十字架来对我。真正基督教信仰，就是一条看无家己，举十字架，活出。十字架顶的疼的一条道路，看无家己举十字架，活出十字架顶的疼的道路。对于教会发展，咱会当看到基督教的这个历史，会当讲着对耶稣的这句话开始。若有人要对我，就看无家己举伊的十字架来对我。对这句话来开始，真济人，最人。跟对耶稣的脚步，甲耶稣同款，活出十字架顶的疼，愿意看无家己，愿意举十字架，愿意承受苦难，承受迫害，甚至失去生命。结果，互基督教的信仰，伫非常艰难、困苦的迄个中间，伫无可能会当发展的迄个境界下面。咱若对初代教会历史有了解，咱无法度想象
伫迄款的背景中间，是安怎有即个信仰会当继续落去？为着要信耶稣，为着要接受即个信仰，家破人亡，迄成就偌尔啊大的苦楚，而完全无可能发展的情形下面，基督教的信仰呐，无伫遐受消灭，甚至更较扩展出去。顺道者的会，若无真侪伫遐咧主动教会发展，反倒是真侪教会发展的政治，互更较侪人伫遐来认捌耶稣、接受耶稣、相信耶稣，得到耶稣的救恩，互基督的教会会当不断伫世界各角落伫遐建立起来，互基督教的信仰经过2000多年了后，今仔日真做是全世界信徒上界多的宗教。整个教会发展的历史，会通讲，就是对耶稣所讲的即句话开始。若有人爱对我，就着看无家己，耶伊的十字架来对我。历世历代以来，无共款的国家，无共款的地区，拢有济信仰耶稣的人，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徛起来回应耶稣的呼召。愿意看无家己，愿意行十字架的路，活出耶稣基督十字架顶的疼。即使必须爱承受济苦楚，必须爱面对着济人的排斥、攻击、阻碍、迫害，犹原坚定互上帝使用，真做上帝车牌使者，真做世界各所在上帝的天使。互人通因为因得到福气，互人的生命，互人一生的运命，会当因为耶稣来得到改变。今仔日咱台湾，嘛是因为有济台湾的天使，伫历史的过程中间，一个接一个，真做上帝车派台湾的天使，因愿意谦卑回应耶稣的呼召。若有人爱对我，就着看无家己，耶伊的十字架来对我。因愿意看无家己，因愿意行十字架的道路，因愿意活出十字架顶的疼，互上帝使用，互基督的福音会当伫台湾，咱徛起的即块土地，逐所在伫遐来受传扬出去。今仔日因为安尼，咱有即个福分，咱坐伫即个所在，伫遮做礼拜。伫遮敬拜上帝，亲近上帝，回应台湾宣教的历史，咱简单来介绍几个台湾的天使。毋茫对因为着台湾即个土地，看无家己，举十字架，活出十字架顶的疼，咱会当得到美好的信仰的启示。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伫台湾的宣教是1865年，1865年对马雅各医生来开始，伫台南的宣教开始。马雅各医生伫当时为着要甲人治疗胃病，治疗人的目睭，互人误会讲伊要挖人的胃，伊要挖人的目睭来制药。传道的过程，承受济的诽谤，济苦楚。当时后来嘛是有渐有一寡人来接受福音，真侪基督徒。伫迄个时，马雅各医生伊只是一个平信徒哪定，伊是医生，总是伊平信徒，伊无法度替人来行洗礼。所以南台湾上起早的200个洗礼，拢是对下门伫遐请牧师过来台湾来主持即个洗礼。为着即个需要。伊就英国长老教会来申请派牧师来加入台湾宣教的行列。第一个牧师的身份来台湾的宣教师叫做马大必。这个马大必伊受派来到台湾，毋过伊坐船搁伫半路伫南中国海的即个半路顶面的时阵，因为伫甲板的顶面伫遐。来使遮的新鲜的空气咧散步，无细日煞跋落去，水硬降去全过身。
为着安尼，英国长老教会佫派另外一个牧师叫做李修牧师。李修牧师来到台湾，李修牧师坐船坐142天，才来到台湾。伊是第一个会晓讲台湾话的牧师，第一个会晓讲客话的牧师，第一个到伫东部来传道的牧师。马街来到台湾的时，咱北部的教会上称作是马街。伊来到台湾的时，大先到伫台湾的南部来了解咱台湾整个宣教的这个状况。带马街到伫淡水，甲马街讲，这是你的教区的，迄个人就是李修牧师。伫台湾宣教，在台湾的这个教育的文献的内面记载讲，李修牧师伊安怎讲？伊讲男女拢是上帝所创造，所以袂当违反女子无才便是福这款的想法，这唔对。伫台湾第一个提倡主张女性教育的，就是李修牧师。伫台湾教会宣教顶面带来非常决定性的影响。李修牧师，台湾当时伫真困难宣教的环境中间。李修牧师，伊凭着看无家己，举十字架，活出十字架顶的疼即款的精神，一一克服各种的困难，做真济台湾第一的代志。第一个是对伊开始，毋过伊却无多通克服台湾迄个时天然的灾害。就是即个疟疾，马拉尼亚的即个苦楚，好个念着，伫1879年9月初2的时，伊44岁，就因为即个病过身伫台南。伊的学生家种伫基后，就是即马基丁高雄基丁的所在，种伫基后。伊有2个后生。伊第2后生嘛死伫台湾。李修牧师过身了后，牧师娘甲伊的大囝留伫台湾咧生活。当时英国的教会叫牧师娘转去英国来休困，毋过伊反倒是写批互英国的长老教会，请因派伊来做台湾第一个女的宣教师，因为台湾的即个查某人，伊就是写批互英国的即个长老会，甲因讲，台湾的查某人无人关心，查甫人无法度进入伫查某人因的生活、因的世界内面，因为男女授不亲，所以请英国长老教会派伊做第一个台湾的即个女的宣教师。到伊年老的时，李修牧师娘将伊一切积蓄留伫台湾，伊阁等于英国募款，用这2笔钱伫台南新楼来建立台湾第一间女学，就是中英女中。第一间女学中英女中，这间女学完成的是顶面挂一个牌啊，伫遐讲，阮感谢伊，就是咧指李修牧师，阮感谢伊的计划甲慷慨。台湾的天使，另外一个台湾的天使，咱来看马希诺护士。马希诺护士1958年，台湾的这教委医师、教委牧师，伫美国伯克莱第一长老教会伫遐咧报告台湾中部部里以及彰化、宜林、沿海。医疗团队的时间甲欠缺，互即个美国的教会，因会当了解，会当来关心。当时坐伫下面一个护士，就是马希诺。马希诺即个护士坐伫下面，听到教委牧师、教委医师的分享，非常的感动。伊是一个真年轻、美丽、真有热情的一个青年人。听到教委牧师的分享，伊真感动。伊问伊家己讲，台湾有一群的医生，为着偏远、欠缺医疗品质的所在，咧看无家己，咧举十字架，咧活出耶稣基督十字架顶的疼。我会当为着迄个所在
来做什么？当伊甲伊的牧师分享沟通这件代志的时，伊牧师甲伊讲：“你是护士啊，你会当献身去台湾来做教育牧师的助理啊，做伊的助手啊。”对迄个时开始，马希洛伊就认真思考，去到台湾来做宣教师这件代志。过年1959年，伊就真正来到台湾。迄个时伊44岁。一开始，马希洛伫埔里基督教病院服务。后来教育牧师甲伊讲，即个宜林甲沿海100外个乡镇，真严重欠缺医疗的资源。伊甲几个同工已经决定要伫宜林来设立即个宜林基督教病院，邀请马希洛过去遐帮忙。就安尼，马希洛就开始伫宜林的服务，一直到2007年伊过身，92岁过身为止，用宜林做伊的第2个故乡。伫宜林，当时有真侪小儿麻痹的遮个细囝，无人来甲因帮忙帮衬。1964年11月初3，宜林基督教病院一开设，就有200外个即个小儿麻痹的囡仔来登记，准备要接受即个手术。这囡仔真可怜，无法度徛，敢来当一世人伫涂骹爬。有一寡囡仔已经10几岁，佫无法度去好好读册。这囡仔的需要，深深感动马希洛护士伊的心。伊清楚，伊来台湾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来帮助这个囡仔、这个细囝，真侪因生命的天使。后来马希洛伊就转去到美国募款，用伊家己一个人小小的气力，伫1970年成立宜林喜乐保养院。宜林喜乐保养院，即摆还佫有伫个。拄成立的时，伫人力财力拢真欠缺下面，马希洛伊校长兼讲经啦。校长兼讲经，爱管理行政，佫就爱兼做教师，摒扫即个院内等一切。伊只有一个心愿，就是望会当，互遮个细囝拢会当徛起来，互遮个细囝拢会当有机会读册，互因的生活会当自立。伊遮尔辛苦，做遮尔济，就敢一个心愿啊，定会当帮助因，互因会当读册，会当自立。当时因为医学的知识真无发达，有一寡家庭生着即款的囡仔因就感觉这是因顶世人所做的业啦，因嘛袂想要去改变，所以马希洛伊必须得爱一个庄一个庄一个家庭一个家庭去找这个囡仔，去考劝这个父母，互因的囡仔会当出来接受手术。有一摆一个小儿麻痹的囡仔，伊的父母因为马希洛的好意甲热情。因真感动，因同意家囡仔交互马希洛，互伊去手术。都是因隔壁有一个中药行的头家，中药行的头家就真不以为然伊就甲即个马希洛讲即个囡仔若有法度行路我的头斩落来，互你做医仔济。若有法度行路，我的头壳斩落来，互你做医仔济。出手术了后，即个囡仔。穿伊的铁鞋行路倒转去，即个中药房的头家看一个拖一条嘴非常的惊吓，真惊马希洛会来找伊算账。当时马希洛甲伊讲：“你免紧张，我袂斩你的头，因为我毋敢坐你的头。”马希洛对44岁来到台湾，将近50年的时间，用伊下半世人的人生。看无家己，举十字架，画出耶稣基督十字架顶的听，全然奉献，互中部、中台湾海边残障的这个细囝。伊上界教义的经文就是：我靠着迄个所加天予的气力，事事拢会；我靠着迄个加天予的气力，我事事拢会。到伫伊。晚年的时，8到10岁，虽然已经有失智，迄个现象、痴呆的现象，
啊，毋过只要若看到小儿巴比的囡仔，伊就真自然、真欢喜去甲因抱安尼。今仔日，咱会当坐伫即个所在，伫遮来做礼拜。坐伫即个所在，咱敬拜上帝，咱亲近上帝，咱有即个福分，得到上帝的疼，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成做上帝的儿女，成做上帝国的百姓。咱会当享受咱的生命有上帝甲咱三角伫地，有对上帝遐来真正的平安甲喜乐，有上帝成做咱生命的帮助甲快乐，有上帝做咱的靠山，有上帝疼甲稳定，时时刻刻咧甲咱扶持，咧甲咱帮助，咧甲咱照顾。兄弟姊妹，咱来知，今仔日咱所领受到的，咱所享受到的，这所有一切，是因为有济的人。拄则只有简单讲几个若定：马雅各、马大必、李修、马希洛。咱只有讲简单几个若定，几个例，其实也有真济。因愿意谦卑回应耶稣的呼召，是因为因愿意谦卑回应耶稣的呼召。若人爱对我，就着看无家己，耶伊的是物件来对我。因愿意看无家己，因愿意耶是物件，因愿意活出耶稣基督是物件顶的疼。因互上帝使用，成做上帝所差派台湾的天使，一个接一个，一代接一代，为着疼台湾，因牺牲，因付出。因承担济的这个辛苦，这个伤害，因成就，因造就今仔日咱所领受到这一切。今仔当咱回顾，咱所领受到、享受到的上帝恩典甲祝福，兄弟姊妹，咱一定要知，这个台湾的天使因的故事，今仔日。伫咱的心上，咱有义务，互这个故事继续落去。咱有义务，互这个台湾的天使故事继续传落去。每一个世代，耶稣拢咧对信仰伊的人讲同款的话。若有人爱对我，就着看无家己，耶伊的是物件来对我。每一个世代，耶稣拢咧呼召咱。兄弟姊妹，咱所有信仰伊的人，咱徛起来回应耶稣的呼召，愿意看无家己，愿意耶是物件，愿意活出耶稣是物件顶的疼，咱来成做上帝所差派的台湾的天使。伫任何一个有需要的所在，咱伫遐互上帝来甲咱使用。今仔日，当咱听到耶稣的话。若有人爱对我，就着看无家己，耶伊的是物件来对我。我相信，只要咱愿意勇敢徛起来回应耶稣基督的话，咱一定会当伫今仔即个世代，伫咱所徛起的所在，伫福音的工场的顶面，伫有需要的人的身上，伫教会事工上界困难的所在。咱会当伫遐，互上帝大使用。咱会当成做今仔即个世代，上帝所差派的台湾的天使。咱会当互人因为咱来得到福气，因为咱活出耶稣基督是物件顶的疼。我第一摆来唐是20几年前，要到30年，还有27年前左右。第一摆来唐。我对糖完全生疏。第一摆来糖的时阵，就是来迦南教会。27年前左右，迄个时阵是李金玉牧师伫咱的中间，伊是我甲我足好的一个我的学弟，新人院学弟，甲我足好，所以我来找伊。第一摆来糖，对糖完全生疏。有一个印象就春日路，车足多。车足济啊，车真乱吼，起来真乱安尼吼，就车真济安尼啦吼，就敢有一个印象。迄个是第一摆来唐，就是来到迦南教会，对迦南教会印象真深。哇，拄伫唐火车头的头前，
伫桃园商业区上界精华中的精华的所在。迄时我就一个真深的感动，我相信迦南教会会真做是桃园这个地区上帝所祝福的教会，会当讲是应该是真做桃园这个地区正教会的领头羊。事实我相信嘛是安尼无毋对，上帝确实祝福咱迦南教会，互迦南教会会当伫这个地区大大发展。来显明上帝的名。今仔日咱坐伫这个所在，我毋望这台湾天才故事伫咱的身上甲传落去，因为咱每一位，咱来活出耶稣基督死而决定的听。我相信迦南教会绝对是咱桃园大桃园这个地区正教会的领头羊。我上帝来祝福恁。祝福咱迦南教会。今仔日我代表罗德教会，伫咱的中间，伫遮来传讲信息，特别是为着罗德教会个人的需要来传达这个需要，互咱会当明白。简单来介绍罗德教会，互咱会当了解。罗德教会是2011年设立，到现在足年轻只有12年的时间啦。定。罗德教会拄设立的时，阮心内所想，阮心内的一个愿望，这个教会要成做一间什么款的教会？这间教会就是要成做一间活出耶稣基督死而决定的听的教会。所以，请阮的青年设计这个 logo。是咪决定的听？会当讲就是罗德教会，这间教会上界重要、核心的价值。罗德教会上界重要、核心的价值，是咪决定的听？阮毋望所有来到罗德教会兄弟姊妹，毋管是对未信者诚做信徒，还是对其他教会转入来。甚至对无共款的教派来到伫阮中间的每一位来到伫罗德教会兄弟姊妹，我毋望所有的人，毋管你的背景安怎样，做伙来学习，做伙来了解，做伙来明白、体会耶稣基督死而决定的听，然后嘛受激励，咱做伙来活出耶稣基督死而决定的听。就安尼，罗德教会伫即个真清楚的目标下面，感谢主，上帝确实有祝福罗德教会，互罗德教会会当伫一个相对真单纯、真健康、真同心，听上帝、听人的即个环境的中间即款的文化内面，伫遐渐渐在发展。感谢主，2011年设立了后，教会真紧。得到真好的发展。伫隔年2012年，阮就升格做堂会，升格做堂会了后，阮就积极在思想是毋是要来买地来建堂，还是来买厝来顾堂安尼吼。大家为着这个代志一直祈祷，中集兄弟姊妹同心，为着这个代志安尼关心代祷常常纪念上帝来引带。感谢主的恩典，2018年上帝就伫阮的附近有安排一个真好的一个建案，有主体的大楼，伊嘛有另外一栋，是三板5楼的三板，这个三板面就较大，内面佫无条特别真大，所以较符合阮的需要。阮看了后，感觉真袂歹，长20公尺。宽8公尺，哇！这个空间真符合阮这款的规模的教会来使用，所以2018年，阮就甲建商讨论，伊还袂起进前，甲伊讨论，照阮的需要做变更，做调整，所以就甲伊签约，预购，买2间，阮就买2间，买两楼啦，2楼，伊5楼嘛，阮买4楼加5楼，2楼，1楼就是
公尺的深吼，8公尺的宽安尼吼，买2楼吼，用4500万买2楼安尼吼，互教会伫未来会当有真稳固福音的地基吼。当然对教会来讲这是一个真大的负担吼，人数还佫真有限吼，大概就是100人左右的教会，而且青年人真济吼，迄是一个新的社区，所以青年人真济吼，青年人负担其实真大吼，薪水无悬以外吼，佫着爱负担因的厝税吼，有诶买厝的负担因的贷款吼，也是买车的贷款，有诶囡仔拄娶某，佫爱照顾家庭的需要等等，有真侪困难，总是上帝固守，互遮的兄弟姊妹真担心，愿意为着教会需要来奉献来付出，活出耶稣基督是未决定的听，所以阮2020年吼。11月，阮献堂吼，阮迁入去了献堂吼。2020年，咱就知这是一个足敏感的年代吼，拄 COVID-19 开始迄年吼，所以正教会吼，因为这 COVID-19 吼，哇，真正是真困难运作吼，真困难运作。我嘛伫咧中间献堂，迁入去献堂吼，经过安尼3年，教会真困难，总是上帝真正大祝福。互教会当伫即个中间行款拢会当顺遂毋若无欠缺，甚至有佫较加上帝真大祝福伫即3年的疫情的中间，教会的奉献反转增加，兄弟反转佫较热心伫遮来关心，伫遮来祈祷来奉献这是上帝对阮真大的祝福。伫咧中间代表罗德教会来到这中间来唤起咱做伙来关心，因为阮相信这个罗德教会个人的需要，毋是罗德教会代志，是上帝正教会代志。阮只是耶稣基督这个大身躯的一个具体，咱。迦南教会，咱嘛是耶稣基督这个大身躯的具体，所谓正教会加起来就是耶稣基督的身躯。耶稣是教会的头，咱拢是这个具体，所以咱会当有份做伙来起造基督的身躯，做伙来起造上帝的国度。毋望咱会当做伙来关心罗德教会的这个需要，一间努力活出是未决定的听的教会，值得咱来支持。值得咱来家关心来奉献，来祈祷。咱会当安怎来甲阮关心？几个方式我简单介绍。第一个就是咱周报内面应该有即个奉献袋用奉献袋咱会当甲阮关心啦甲阮奉献安尼然后伫阮的即个奉献袋后壁面才有阮的账号银行的账号，嘛会当用转账的方式，若是你身躯无方便炸钱，你会当转账，用银行转账的方式来甲阮奉献有即个账号伫即个内面PPT 有即个嘛有咱会当通过即个方式来甲阮关心。总是你若是用转账的方式，请你一定要甲阮通知，阮知影你是啥物教会、啥物名，阮会当寄即个感谢状互你我嘛会当确实来入效这真要紧除了即个奉献以外咱嘛会当用义卖甲阮帮赞阮就伫楼骹有义卖啦购买阮的即个义卖物件来甲阮帮赞通过买遮物件互教会的需要会当得到帮赞安尼义卖呢有几项物件特别爱甲咱介绍啦咱较会清楚第一项就是童书童书，那就是贝安斯坦熊系列的童书贝安斯坦熊这是美国畅销童书 ，OK 美国畅销的童书真好这囡仔就是爱真爱听故事囡仔咧听故事的中间，通过听故事伊会当得到真好的一个潜移默化啦潜移默化伫听故事的中间，这个故事内面发生的这个剧情发生的代志伫伊内面对伊产生影响每一本伊就一个主题每一本就是囡仔通过听故事，伊会当培养一种的能力，譬如讲会晓甲人合作譬如讲会晓甲人和解譬如讲会晓去听人等等通过听这个故事，
囡仔因就是潜移默化，伫伊的内面，伫遐伊渐渐受影响，伊伫遐得到一种的生活的能力，也是一种的品格的建立，吼咱会当通过买童书讲故事，互囡仔听，吼囡仔会当得到好的帮助，吼咱嘛会当帮助落伫教会，吼。然后另外一项物件就是拼图，这是感觉足好的物件，吼。我毋是干那讲只会当卖物件，吼，帮助咱，是对咱真正有利益。OK， 吼这个拼图就是安怎样伊就是一种足好的物件，真少物件会当同时训练咱的左脑，佮训练咱的右脑。拼图是一项物件，吼，训练左脑，佮训练右脑，吼，帮助咱，吼通过拼图来甲咱帮助，提升咱各种的这个能力啦，吼，这真好的物件，吼，毋望咱会当通过买拼图来甲阮帮助。然后真要紧的就是这件衫，要甲咱介绍这件衫，吼，这件衫就是阮的 logo， 吼，是袂记顶会疼，这件衫要特别甲咱介绍，就是这件衫真好，吼，伊真好穿，伊100%纯棉，吼，所以穿起来真舒服，吼，纯棉，这个色嘛无因为褪色，非常好的一件衫，吼，特别穿这件衫，是袂记顶会疼，穿伫你身躯顶会安怎样？兄弟姊妹，这个个别你的信用，你咧甲人讲，我是有耶稣基督，是袂记顶伫我的心上的上帝之女，有是袂记顶伫我的心上的荣耀的上帝之女。第二项，穿这件衫，咱共见证咱的信用。因为当你穿起来时吼，你就会受约束。你唔敢黑白讲话，你唔敢黑白做代志，你知影？要受气吼，吞落去吼，因为你穿这件衫吼，见证你的信用。第三个，这件衫上好就是咱会当传福音。你穿起来，甲人伫人的面头前，咱看这个 logo， 真特殊。这个 logo， 这件衫伫倒位买？吼，这 logo 什么意思？通过介绍这个 logo， 咱会当因来传福音，吼，会当互这个福音有机会，吼，来传出去，吼。最后就是坚果，吼，健康食品，吼，坚果，吼，这免加介绍，咱大家拢知啦，吼。咱就半买半奉献啦，吼。这比外口较贵呢，吼，当然嘛较贵，因为要寄卖嘛，吼。半买半奉献，咱来帮助落伫教会啦，吼。毋望咱通过活出耶稣基督是袂记顶会听，咱来教会这个利益，正教会这个利益，正人因为咱这个福气。愿主来帮助咱，三个来祈祷。神的主，感谢你的恩典，多谢你引带带领，互阮会当伫你的面前，阮三个来敬拜你，来诚侪你的基督。主啊，这个福分是因为耶稣基督是袂记顶的听。今日阮要领受耶稣对阮的呼召，若有人爱对我，就着看无家己，也伊的是袂记来对我。主啊，阮要愿意回应耶稣的呼召，看无家己，也是袂记，活出是袂记顶的听。伫阮所徛起的逐所在，伫你的教会中间，来诚侪正人的祝福。愿你来帮助，引带阮的脚步。感谢主，阮的祈祷瓦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